后来乡亲针对拄则3:04分，中国来发射着卫星飞过台湾南部的天顶，军事专家齐浩伟嘛发表着伊的观察，伊讲这应该甲咱的选举、甲咱的总统大选无关系。来听伊安怎讲。火箭或发射运载卫星通常都是由西往东打可以获得一个比较好的火箭发射效率。所以呢，从西昌发射的话，从它的纬度其实非常长，从台湾南部上空，或者说台湾南部的巴士海峡上空通过了。它第一节大概通常是发射后60秒左右就会脱离，然后所以大部分的这种运载火箭都会落在大陆的这个境内，所以他们每次在发射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个固定的区域让这个火箭的残骸掉下来。那通常第2节会掉到海里，第3节就我刚刚讲会在地球轨道上运行一段时间之后掉回地面的时候会烧毁。其实我认为不会有什么关联跟影响因为其实他们本身要发射这种飞弹，他们要发射这种卫星通常都是经过长期的计划。你今天一个火箭发射中心要发射卫星，不会是这个3-2天前临时决定的。也就是他会做这个事情，其实跟我们台湾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是依照他自己本身这个任务去做考量。针对今仔日的警报发射，国防部讲，国军运用着联合监测的系统，掌握着相关弹道动态等等的消息，而且来启动着空中威胁警告的系统，以简讯来通告着民众提高警戒。但是英文的用语因为疏忽，无同步来更新着原系统的用字，精准来表达。其实所发射的是卫星，毋是飞弹，所以国防部马向社会大众来道歉回释的。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